最后，立法选举法修订案在24票赞成、2票反对底下获得通过。下一届2013年的立法会选举建选议席是否要再增加？大会一开始就成为議員針鋒相對的焦點，超過2個小時的激辯，現場火藥味濃。政府攞咗一個咩出嚟啊？而家攞咗個偽政改，假嘅呢個，邊一次唔係俾啲間選同委任聯手一致否決、一致反對否決㗎？好多市民都話：喂，政府咁樣賤價批地，我哋阻止唔到。喂，問下都得啩？話問下都唔得喎，立法會連討論都唔准討論喎。包括喬曉陽副秘書長嘅最大公約數嘅扭曲，姬鵬飛主任明確地指出，澳門基本法政制設計呢個循序漸進向民主發展嘅原則，完全係背離晒。實情你哋話鼓吹所謂民主吹銷民主，你哋用咩態度吹銷㗎？冚唪唥挑撥我哋後生年青一代，因為佢哋個腦袋有問題嘅，腦筍生唔埋啊！一人一票出嚟嗰啲，全部都賊嚟嘅，冚唪唥都入籠啊！一退咗直就入去坐監嘅。呢啲係民選嗰種話照啊，好似你講啊！真係我俾你監生激死啊！你仲勾結外人咧衝擊澳門嘅法治，今次做政制諮詢亦都唔例外，揾香港大學嚟做民調。澳門冇高等院校咩？在座已經有位城大嘅話事人喺度啦。點解本地嘅大學唔用，要用香港大學？我不禁要問啊，你哋係咪吳三桂嘅傳人嚟嘅？痛批+2+2方案違反基本法的立法原意，直選議員陳偉志和高天賜相繼離場抗議，以示不滿。另外，對於近日工聯被指在政改諮詢中造假，工聯議員關翠杏也首次公開喊冤，直言這些指控並不公平。你係楊太，你侮辱我哋嘅工作人員，喺網上面掛個羊頭落去人張相度，呢啲就係我哋嘅民主派。但係工作上面會唔會有粗疏呢？會。但係呢啲係咪就係灌水呢？呢啲係咪就係欺騙居民呢？我唔會接受。我相信呢啲亦都對所有400幾名義工參與呢個工作嘅侮辱。關翠杏承認建選制度本身存在不足，但不應該全盤推倒建選的存在價值。他強調，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、健全的法律制度、政府有效打擊賄選，都是推動民主的必要條件。